到电工维修更换花热器，就是接到那个插头那个，因为它是圆形的，管子里面包着那个金属的螺旋状的金属的丝，细的金属线，螺旋状的，然后包裹好以后，不晓得是银母才主还是什么料包裹好，然后接正负极，然后可以插电线了，通了电就会发热，然后来煮饭了。坏掉那个发热器维修要几百块，500还是几百块。这个还可以更换温度保险丝订阅者有那么多